国际新闻来看，地球是愈来愈热。英国发布今年头一个高温的健康警报。威廉王子咧带阿兵哥针对阅兵游行彩排时，都有3个卫兵昏倒。另外，伫德国柏林，往过6月份哦，平均的温度大概是18度，也毋过顶礼拜已经30度咯。伫海边啊，公园拢已经有真侪人。另外，伫印度的嘟嘟车的驾驶嘛，伫车顶种一寡食物，互人客当感觉较舒亲。这位卫兵因为天气伤热，昏倒伫咧涂骹。随着这场为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17官方生日阅兵彩排，王都查尔斯王子也伫咧现场，带超过1400位卫兵。迄当阵天气温度超过摄氏30度，现场有几多人昏倒，有人被拖起来了争抢继续进行，也有人挡袂落去，用大架啊扛去边啊休困。威廉王子伫咧推特表示，正感谢所有参加的人。It's incredibly hot today. Sometimes you almost feel like you're not actually in England because it is so hot. 英国卫生安全局甲气象局顶礼拜针对英格兰地区发布今年第一件高温健康警报，不过过了拜六，气象局早期发布更加侪雷雨特报，恐惊会造大水，影响交通。气候变迁造成更加侪极端事件的发生。伫德国柏林的公园海沙坡，真侪人伫咧晒日头。往年柏林6月平均温度摄氏18度，顶礼拜30度。Ich finde auch die Bäume lassen ja jetzt schon die Blätter fallen. Also man merkt einfach, dass einfach die ganze Gegend hier. 地球愈来愈热，伫咧印度，一般嘟嘟车会当掠日头的所在无多。伫咧是孟加拉邦，一个要到50岁女驾驶，伫咧车的车顶、车身拢种花草。कि बाहर जितना गर्मी था गाड़ी के अंदर बैठने से गर्मी महसूस नहीं हुआ इतना。女驾驶沙卡讲，以前伊家己一个人客坐伫咧车内面，拢感觉真热，所以就想办法做改变。种花草了，坐伫咧内面会较凉，人客也对这种车真有兴趣。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